兄弟大家平安。这时礼拜时间已经要到，请咱安静心闭班来敬拜上帝，请走啊。恁着学乐摇花，因为唱歌学乐咱的上帝是真好真妙，学乐是合宜的。这时咱要请敬拜团带咱来用学乐的歌来敬拜上帝。我们要一同开口来赞美神，无论我们对神的认识或多或少，我们都再一次邀请大家用这首诗歌来认识这位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让我们方便的话，可以一起站立起来，然后我们用稍微轻快一些的速度来唱这首歌。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再从头来一次。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要坐在荣耀的宝座，垂死
在世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感谢神，他是满有恩典慈爱的神，也是挽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的神。我们接下来要用这首诗歌来思想神的救恩。主耶稣他以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进入光明，得以自由。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大地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大地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
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以感谢来回应神的爱，谢谢神的救赎，也回应神的呼召，一生要来跟随他。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爱我的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若不是你的爱临到我里面，我深知我还活在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着生命力量。若不是你的爱，若不是你的爱临到我里面，我深知我还活在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着生命力量。感谢我的救主，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爱我的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我们持续赞美。这是咱要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界面，你着一心一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台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要用新的界面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若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要来教读课英文。今仔的课英文是古圣诗的第30篇课英文。我来课，请大家做伙来印。智慧减无得叫。伊伫路边原地的顶面，伫城门边，伫城门口。众人啊，我叫恁。讲戇直的人啊，恁着为晓得通达的你。恁着听，因为我要讲极好的事。伫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对永远对极起头，未有世界的大声，我已经受设立。大山也袂定着，小山也袂有的大声，已经生我。伊建立这个天，设圆环伫深渊的顶面。
甲海定界限，互水无搬过伊的命令。迄时，我伫遐做师傅头，日日互伊欢喜，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恁遮的囝，担着听探我，因为接受我的道路的就有福气。听探我，日日伫我的门口伫等。因为找着我的，就找着活命。得罪我的，是害家己的性命。即是请咱三甲来祈祷。至圣至悬满有慈悲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来到你的面前，心中充满感恩。感谢你用无尽的恩典，带领阮经过平安的2025年。回顾过去的即一年，无论阮是欢喜，也是艰苦，你的圣手总是无离开阮。担阮阮的正兄弟姊妹，我要用阮的全人甲性命，要献上阮家己互你。主啊，即时请你差派圣灵来到阮的聚会当中，求你接纳阮正兄弟姊妹，用心灵甲信实来敬拜你。互阮今仔日所吟的诗，阮的祈祷，阮的每一项的事奉，拢会当诚做芳芳的祭，献伫你的面前，互你欢喜。主啊，你也是阮生命中的大医治者。阮教会中有身体欠安的，有心神软弱的兄弟姊妹，我要为伊来祈祷。特别我嘛要为着伯如姊妹来祈祷。主啊，你知影伊的目睭软弱有病痛，求你用你的大能的手来医治伊，除去伊目睭的病痛，互伊的目睭会当得到紧紧的恢复，重新看到你创造的光明。也求主你加添伊信心，加添伊气力，互伊伫软弱的时阵会当领受对你来的平安。亲爱最后所祈祷啊，阮嘛要同心为着阮的教会的复兴来同心祈祷。求你赏赐阮有同心合意的心，互众兄弟姊妹会当放下家己，同心来建造阮的教会，互阮伫2026年领受新的异象，结出较侪福音的果子，互阮的性命，互阮的教会会当来荣耀你的名。我要将这献上做上好的礼物伫你的面前。即时主啊，我嘛要求你圣神运行伫阮的聚会中间。主啊，求你今仔日用你的恩来伫王牧师的身躯顶，求你用恩膏伫伊的喙，互伊将你的福音的，互伊将你诚做福音的出口。求你引带王牧师传讲你要教导阮的话，互阮听的人甲讲的人拢平平会当得到利益。阮这是阮的祈祷，求你来听。阮要安尼，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即是新春的第一个礼拜，咱要请中集来献诗。今仔日要献的圣诗是308首。Oh
多谢中集的献诗，只是咱要来看听上帝的话。今仔日咱要看的圣经在是记载伫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到第14节。请恁来看，我来念。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安尼讲：愿咱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伊的爸得着懊恼，伊伫基督捌赏赐咱伫天里逐项属伫伊的神的福气，就是照伊创造世界的大成，伫基督敬咱，互咱伫伊的面前诚做圣，无通嫌。伊照伊的旨意所欢喜，用仁爱大成定着，咱对耶稣基督得着做囝，来归伫伊，互伊恩典的荣光得着懊恼。即个恩典就是伊伫伊所疼的囝赏赐咱的，踮伫伊，咱对伊的血得着赎回，赦免罪过，照伊的恩典富有。伊将即个恩用逐样的智慧甲见识赏赐咱到满满，已经互咱知伊的旨意是奥妙，照伊的好意，就是伊本身大成定着的，要伫遮个日圆满的时，设法互万物，不论伫天里、伫地里，拢伫基督内合一。踮伫伊也诚做家业，就是大成受定着的，照迄个趁家己的旨意，行万项有为的意思，要互伊的荣光对咱到望伫基督的人得着懊恼。踮伫伊，伊也已经听见真理的道，救咱的福音。既然信，就踮伫伊所有应允的信心的勘印。伊就是做咱承接业的准当，到上帝得着救赎的，互伊的荣光得着懊恼。即是咱要请黄牧师来正道。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基督降生，基督降生向得救之夜迈进。咱请黄牧师。弟兄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新的年开始，又有一个机会来到咱中间，做伙来敬拜老主。早起，这个看到蔡牧师吼，我一时则反应袂过来。以前拢伫罗东教会就拄啦，一段时间伫遮拄着，真欢喜。也会通感受到讲今仔日圣歌队吼，咱中集唱歌有较特别吼，经过即个专业的指导，听起来就较无共。真感谢主啦吼，即个有同工会通做伙服侍，教会复兴，得到咱兄弟姊妹大家的支持。我相信上帝的旨意是美妙美善哈，美善的旨意会在我们当中。虽然圣诞节已经过去吼，不过咱教会节期爱到后礼拜耶稣基督显现的这个主显节了，这个圣诞节期再搁进入新的这个节期的这个日子啦吼。所以咱即经过2礼拜，可能咱无用煞。圣诞庆祝赞美礼拜无用煞，咱就可能是感觉结束吼。但是事实上，伫咱的生命中间，圣诞的一个日子，毋是干那迄天，还是讲前几礼拜，大家咧无用，其实是延续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吼。这是咱这个基督徒真要紧的这个课题吼。所以圣诞节咱嘛常常会去忽略着圣诞的主角，特别是受到即马世俗的商业化。将即个圣诞当作因的一个生理的机会，所以因毋是甲耶稣做因的主角，耶稣的降生毋是个主角，因是要诚做一个趁钱的机会啦，或者是车花宴乐机会哦。所以咱教会爱伫即个世俗的潮流渐渐要敢若亲像要甲咱的教会取代的即个情景的中间，咱就爱坚定心志，继续爱维持。记掉要继续记得圣诞节的主角是谁啦，这个是很重要，这是最重要。咱所以每一年咱咧无用的过程中间，咱就爱想到，
圣诞是要迎接主耶稣来到咱的中间，毋是干那做一个过路客。咱讲请人客食大家人客散转去宴会散，咱就搁转去，搁倒转到刚刚亲像旧的生活。圣诞节是每一摆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咱迎接主耶稣伫咱生命中间，要来掌管做咱的引传我们要迎接主耶稣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宰，引导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心思意念咱的心思意念每一分每一秒，拢要有耶稣基督，甲你甲我相家己的。无啦，小可闪失去，咱的生命就走逝去。特别是即个世代，咱拢咧强调迄个紧。速度要紧手机要去看这个资料开车咱嘛是，逐个车愈买愈好紧，安尼才感觉是啊，但是生命是紧无毋对，但是闪失是真正一秒差别，所以咱咧看足侪发生意外，是一秒中间就可能就生命就3分别。所以我意思是讲，咱就爱去想着讲，爱记牢着耶稣基督甲你甲我的生命结合的时。迄是分秒拢爱保持掉的，袂使有闪失。若无咧，咱随时都可能会发生生命、生命的危险嘛。这是咱爱常常爱记着所以保罗今仔日伫即个以弗所书，其实就是写一张批来劝勉即个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伫迄个时阵，其实常常咱也有机会读保罗书信的时，我常常爱鼓励咱的。特别是咱台湾社会的即个教会兄弟保罗书信的即个咧研读的时你大概想着讲，因所拄到的情景，就是咱即马台湾。你讲有钱，咱嘛真有钱；咱要讲有宗教多元，咱嘛真侪宗教会通选择我们有很多宗教信仰的选择，我们也是经济条件也非常好。有所谓教会，就是迄个时阵的一个真重要的城市。充满着这种的世俗的方便，我们常常觉得说生活上很方便，我们很喜欢嘛。咱方便上像今仔日坐车，我无开车来，坐这个公车，坐这个巴士，坐稳，真紧就来到咱遮。虽然爱找路一下，迄个要去迄个什么换这个车帮的时，但是呢，无什么款的塞车的可能性。真方便啦，咱即嘛，我们都很希望追求方便，但是在这个方便的过程当中，咱就要去注意到，头拄讲的迄个分秒的差别的损失。咱的生命中间，咱要注意到，生命是无法度去定来，有真侪代志是会使定来，所以咱常常是会甲生命嘛当作是会使去定来，所以咱伫迄个分秒的这个差别中间，咱就要去注意。所以真侪时阵，家庭的问题、亲子的问题、夫妻的问题，拢是伫分秒中间产生的。因为咱拢无感觉讲我定来搁来一摆无要紧，搁来一摆，我甲你下死咧。这就是咱的生命中间，咱无去注意到，咱爱保持这个真谨慎生命的这个要紧，特别是信用生命伫这个繁华世界中间，咱常常就去失落去。所以保罗写这批。毋是写予以弗所教会尔，嘛写予咱在座咱中兴教会兄弟，也是讲全世界基督徒，伫即个时代21世纪的你甲我，咱咧读的时，咱就要注意到保罗所要劝勉的是甚物代志。人必须要伫耶稣基督的内底，迄个内底就是分秒袂通失错。咱来强调主耶稣，耶稣基督。才会通得到一切属灵的福气咱嘛真爱有福气所以常常这个关系，咱爱注意到。咱若无去掉，你徛伫边仔，你是要哪去得到对耶稣基督所要带互你甲我的？你站在旁边看，你看再久，那个好吃的蛋糕永远不会在你的肚子里对不对？咱真好看，这下今日佫真好食。你徛伫迄个面包店的外口，你去看，你看一世人嘛是食袂着。同款意思嘛。咱想通，咱就想讲哪有即种人嘛？你著要食，你就入去给买，就有通食嘛。是主要说是，你若知影，伊是会通带互咱福气的。咱是要安怎讲会通徛伫边仔讲，
我干那要看尔，我干那要看你欣赏你就好啊。啊，若有啥物活动我参加就好啊，但是我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袂使安尼啊。哦，咱做基督徒的，咱就爱牵条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写这张批，伫即个今仔日的30到14中间，有即几项，有即几项的福气啊。咱要怎伫耶稣基督的生命内底得到福气？保罗要甲以弗所教会兄弟讲，嘛是甲你甲我来讲着讲，咱是要怎伫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内底得到福气？迄个福气是安怎来？所以第一个会看到讲，竞选选着上帝选你甲我咧，千千万万的人，耶稣基督通过安尼来选着你甲我。当然这是一个互动啦，咱有回应。别个即个厝边头尾的人，还未真做基督徒的人，伊嘛是要有机会啊。上帝嘛有机会，但是伊就无回应嘛。就无回应，即个竞选的关系就无法度产生啦。新约时代是耶稣基督是上帝主动发出即个邀请，当然即个日来即个食宴席的人少嘛，人少。这也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就是讲，咱爱记条讲，咱虽然是台湾社会少数的，我们虽然是台湾人口数少数的这个宗教信徒、基督徒哈，但是这就是关键的少数啦，关键。所以现在咱真最圣洁的人，要伫上帝的面前真最圣洁，无下处。圣洁的意思，咱毋是讲我来逐工拢穿水衫吼。也是讲我甲厝的饼好清气哦。较要紧，搁一点就是生活习惯爱改变。生活习惯干啥？咱的内心、生活态度拢有关系嘛，爱改变，要改变。当咱开始改变的时，咱就活出无共款的生命特质了。当我们开始生命的改变，是从内在的态度改变，看事情的观点。咱听到人。甲咱咧讲话对话过程中间的心境，咱的心思意念，咱看到别人的牛，咱的心思意念，咱可能别人对咱的歹，咱的心思意念拢会产生咱的特质。但是当咱拄到这个外在所接受到的是，咱甲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牵调的你甲我，咱会想到啥？这个要怎成成，就是伫主耶稣基督的画面内底，我们要不断的对照。这个是一个操练，就是这样，那是一个操练啦。咱有学过骑脚踏车的经验，还是受水的经验，还是讲学其他的这个技术的，就是爱操练，才会熟。熟了就变做你的习惯，你就毋免搁去讲一摆，开始就爱搁一个第一步要安怎创，第二步要安怎创。迄个听词咱就毋免搁定来一届，因为咱变做是咱的习惯，咱的生命习惯，所以咱咧看代志。做代志是讲，咱咧骑脚踏车，咱就车愈就出去啊，对吧？咱是开车嘛，是个车引擎就发就出去。咱做代志嘛是，对细汉到大汉，咱对经验中学真侪，毋免去上课就会晓的。咱自细汉出世了，咱就细汉开始学到老嘛吼。咱有足侪毋是需要去学校读册嘛，所以有真侪时阵，咱就会笑遐去读册，讲读册无路用，这个代志就做袂好。就是啥呢？就是咱的习惯已经培养起来啊。基督徒就是爱培养这种习惯，是讲耶稣基督甲你甲我的生命，就是爱毋免搁去爱去查经啦，牧师过来提醒，是逐摆都爱去拜托牧师个，是长老技术甲你斗帮忙，你家己就会通用耶稣基督的画面来回应你所拄着的困难。所以这个正性的意思，伫这过程操练，别人就会通看见讲，你甲我无共，你甲我无共，是安怎？阮会安尼去思考，大概就是明明真真要做安尼做，为什么你特别安尼甲阮无共款？看起来就是恁这种的决定是，就是一般的世俗来看，叫做戆嘛、动荡嘛、顺心嘛。但是换倒转来是讲，是安怎咱要安尼做的是，咱才有机会嘛。我们才有机会跟他分享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要安尼做？恁遐说，咱毋是常常做一撮，互人感觉咱教会咧做的是一桩戆代志，但是人来参悟了，
咱开大门，互人入来，咱办真侪社区的即个服侍的代志，做久人咱开始慢慢咱就有机会甲伊分享，咱就有机会甲伊分享，这就是一个正性的真个特质。所以咱受竞选的你甲我，咱人真做圣洁，好，耶稣基督换命伫你的生命中来解决换心嘛。OK， 这是上帝伫创世以前都定着特别选咱所以咱是个福分，这就是一个福气，这是福气。愿意回应的人，就能得到这个福气。所以咱是得到上帝竞选的这个这个囝子所以名分就得到了，名分。所以基督徒这个名分，你就安尼得到，我就安尼得到。咱就要珍惜这个名分。这是当然是保罗迄个时代，伫罗马政府统治的时代啦。收养是一个策略，就是好亲像讲，我惊讲这个财产呢无法度继续落去，无人经营，特别是讲若无后代啦所以这是当时真普遍特别是厝的好野的这个官员因就去选择讲这个细汉囡仔，我来甲伊收养。互伊名分嘛，互伊名分的是伊全继续，伊的身份全会当改变。这就是咱伫即个保罗所讲的这个得到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互咱的这个新的身份。我们是一个新的身份，新的身份。咱两个讲，这个新的身份无得买啦，这足。我无做基督徒以前足方便的，这有这个名分了，才颠倒麻烦。咱常常有当时会感觉安尼。做基督徒足无方便，这也袂使款，迄也袂使。无即个名分，敢若真就较好。毋是啦，咱想讲，即个名分是一个真特别、真宝贵的。当咱得到了，咱通看见讲，咱是关键的救赎，关键的少数。我常常提醒我们，不要看到多跟少的差异，是要看到少怎么去影响多啊。救赎人要去影响大多数。所以咱的教会今年，北部教会是153年，153年。这153年讲长嘛无长啦，因为人类历史那就对西元来看2000几年，153年。但是对咱台湾北部的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到今仔日咱会通看见，咱有真侪对社会贡献、甲改变的这个服务的。所以这是咱教会会通去注意到的。继续今仔日，咱嘛是要行这条路，所以你来看，为这个角度去想想，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想，为什么153年还人口数，我们基督徒人口数为什么没有增加？这是很有趣的问题啊。那有情况153年，一间公司做到安尼，客户较少着，无加这种公司是安怎经营？你来想着讲为什么？为什么？而且咱这间公司佫继续咧经营。佮大家做甲真拍拼，若有参与的人，拢做甲大家欢喜，毋是讲风险甲流烂但是做甲足欢喜。为什么？所以我常常鼓励咱基督徒爱去想迄个身份啊。当我们被认出是基督徒的时候，那种这种尊荣啊，而不是说，哎呦，恁基督徒嘛是安尼，假高，无啥，这个就很大的差别，对不对？但是咱若会当讲恁基督徒有影无共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被上帝拣选，通过耶稣基督，咱伫耶稣基督内底得到一个新的名分，叫做这个基督徒。这个是一个很值得这个珍惜，而且是福分的。我感受最深，是因为我在教会学校，但是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90%的教职员工都不是基督徒，拢唔是基督徒。伊咧目睭紧紧看你牧师，因为我是教会代表嘛。即马连阮校长嘛唔是基督徒，我是教会代表。我要伫迄个环境，要哪去做见证？我咪讲足衰，我派来遮，我来教会遮，大家拢基督徒，足好诶。个牧师当牧师底对吧？遐，比如讲你教会派来要创啥？恁教会敢有对阮较好要安怎伫迄个环境保持掉，这是一个福分。所以我真感谢主。我今年这个1月底我要65岁要退休啦。我真唔甘
但是迄个毋甘就是时代一阶段性任务结束啊，嘛是爱离开啦吼。但是我感谢主，阮的同事大家大部分啊，我拄着啦，应该我无去做完全的调查。但是阮的同事讲，牧师你若袂阁继续个，伊阁去替我调查，讲恁长老教会使做到70岁呢？啊，你著甲董事会讲啊，讲你说做到70岁啊。我意思讲，我毋是直接只讲我要阁老，是讲你也看到讲，伫迄个过程感受着讲。为什么阮遮毋是基督徒的同事，足望我阁继续留来？我毋是我教，我嘛无互因薪水啊，我嘛无互因加级啊，逐项拢无。但是我甲伊陪伴，我甲因做朋友，我甲因鼓励，我甲因替因想一撮即个可能会通沟通，甲教会沟通的一撮管道。我意思讲，身份，我真珍惜即个身份。我也无讲你上好莫叫我牧师啦。因为我嘛咧教册啊，所以你叫我老师就好啊。我拢叫你叫我牧师，咱介绍嘛是开什么会啊啥这是我们学校的牧师。那有一撮主会，因家己的主会请我去，就讲有设计下，我们是教会学校，这个牧师在场，我们要请他谢饭祷告。毋是教会人做生事，我想讲着入境随俗咱着做人客，伊也无请咱祈祷，无祈祷嘛，无咱家己祈祷。无呢，人伊阁甲遐朋友、亲人朋友讲，这个牧师我们教会牧师，我们学校牧师，要带我们祷告。办活动，迄社区的活动，我来去参加，伊嘛讲，来，我们开场也要祷告。我就讲好啊，真好。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机会了所以我没有觉得说，哎呦。不要！这我现在是用老师的身份来跟你参加，这是真要紧的这个身份，所以伫咱生命中间，咱会通得到这个身份了有一个新的主人，耶稣基督是咱的主嘛，伊会通带咱脱离这个困境，而咱通一个无同的角度去看咱世俗主流的这个价值观，大家咧看的代志，多数人看的是。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好的所以耶稣基督让你跟我有一个新身份，他让我们可以看出新的事情的观点让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我们的人生生命的意义所以咱这些新家庭新身份嘛，更加要紧，也邀请你跟我做伙来，将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我们可以一起来管理。所以咱有一个管家的使命咱的管家。所以真侪时阵，咱看足侪只即马咧推动的，什么环保啦，这个节约的生活啦，这拢是你当然你讲这为西方入来，毋是西方啦，是对基督教会这种社会传入来，咱影响着咱。若无咱讲死狗放水流，逐项物件就等咧水底去，流去就无看的。咱过去的生活。咱台湾的社会生活、华人的生活，就是这种的。但是要怎建立这种的，就是管家嘛。这上帝创造的环境，咱得好好来管理、使用。这个概念渐渐即嘛，咱大家才去开始注意。这就是咱咧推动的。咱参悟伫上帝的创造内底。这就是咱的一个新的身份，咱所这个具备的这个责任嘛。所以咱有这种的。上帝照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嘛，伫耶稣基督内底，咱会通得到这个名分。这个是一个福气的名分。过来，咱会通看见第三个属灵的福气，就是咱得到救赎，罪得到赦免。就是意思讲，咱过去照咱家己意思去所做的这伤害着这个人甲人的关系，还是讲甲上帝保护的这个关系，搁一摆伫耶稣基督。这个活命内底，伫伊的名分内底，咱就会通得到上帝赦免嘛。所以咱若一旦离开耶稣基督，咱就啥拢无啊。所以这是真要紧的，得到救赎，得到罪赦免。所以真侪咱的朋友伊无法度理解，什么叫做我也无做毋对代志，我需要咱去认罪。伊无去想着讲，因为人生方向的偏差，咱了做咱家己。会通做主，决定一切所做，破坏社会，破坏人际关系，种种这代志，人无去感觉。所以认罪是咧要邀请这朋友，会通看见家己的无够业，
家己的有限啦吼，甲家己所做过去遐个自私骄傲的代志，但是一般的人真困难嘛吼。毋过咱基督徒就是因为咱愿意，咱有看清咱家己的有限，咱家己的软弱，所以咱通过主耶稣基督替咱救赎，来得到即个上帝接纳，搁一摆通搁好嘛。所以迄个名分得到新的身份，然后呢，咱有一个新的生活，所以这就是保罗咧讲到的即个第三个。所以这一切只系上帝所要互咱的，通过做无共款的代志，聪明甲智慧啊，毋是干那聪明啦吼，嘛有智慧啦吼。所以想说互你甲我，通过咱所拄着无共款的境遇，咱要咱伫迄个顺境的时，有教育智慧，通看见上帝的恩典无？有当咱教育的时，就是袂起哩，咱就讲啊，这种一切拢我会搞，吼，咱就敢若坐伫云顶共款。但是咱会通伫迄时阵讲，我顺境当，但是甲新行通的时，事业做甲真好的时，我有去想到这是上帝的恩典。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拄着困难的时咧，你有智慧会通去看见上帝要安怎带你行出死命的山谷。这两，这就是头拄讲的，咱爱伫生命耶稣基督生命底爱操练啊。这两个是上属极端的人生的生活，中呢嘛是共款，咱嘛要有智慧、警醒，讲我即摆拢无代志吼，咱就日子过日子啊，也无去想讲每一工嘛是上帝的恩典啊，这就是恩典通过无共款的智慧甲聪明来享受你甲我，迄就是你甲我爱伫生命中间，你要跟我在生命当中每一天都要有这种紧密。跟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连结，心思意念要跟着主耶稣，我们才可以察觉到。好，咱才会去习惯不用起来，咱才会我感受会到。当然这变做一个习惯上好啊，真自在啦。基督徒活了真快乐，坦然无惊吓，坦然无惧的这个用词，用在一个能够跟主耶稣基督生命结连的一个人，就能够展现出来。什么叫做坦然无惧？什么叫坦然无惊吓？那这毋是干那祈祷咧，是讲还是唱歌咧唱呀？那是生活中间啊，生活中间。所以这个保罗咧写到这个是真要紧，互这个以弗所教会人，才会通讲通过生命的操练，会通了解上帝旨意。咱常讲，什么是上帝旨意？什么是上帝旨意？就是个生命操练中间。除了这个两个极端的操练，甲这个中间。咱普通时日常生活的操练，这三个加起来时，就是会通互你慢慢去体会到，看前看后，看前看后，你就会通回顾了解，然后你就会通展望将来。上帝带你甲我，通过耶稣基督的这种的陪伴，就会通互你看出原来上帝伫我的生命，伫你的生命中间所要完成的，所要完成的。所以，当咱会通去看到讲，上帝安怎带你的时，你会通去注意到的时，每一项都是你会通做一个参考对照的，学习的一个嘛。一个若袂去注意家己的生活，就安尼过日子的，或是干那注重讲顺境的生活的，还是讲干那怨叹讲迄个逆境生活，就是拢卡掉的。你就无法度甲斗做伙，是一个人生生命的，是一个进行。进行的一个过程，上帝陪你甲我，咧行路。所以咱当日子到的时，所有一切拢要伫耶稣基督。所以，什么叫做合一？什么叫做合一？就是会通看见别人的需要，对吧？看见别人的熬，毋是干那顾家己的需要。这是拢上简单的啦，无数几几个理论啦。然后呢，当咱听到无介意听的时，咱袂讲这是咧甲我骂，因为咱常常人甲你劝勉你的时，你听了袂爽。劝勉是一个好啊，所以我嘛拢常常甲阮遮的同事，毋是基督徒的同事，咧讲到教会代志，我拢甲伊当作是上帝通过因咧甲我劝勉、学习，我会通搁较注意到，我无去注意到，我抓做是讲，安尼是真好啊。
我对你好，你拢无甲我感谢，你佫甲我嫌，结果咱无换一个角度去想啊。所以合一的意思就是，这是一个上简单的日常生活的操练，变怎会通诚做大家做伙，这是一个真要紧的课题。所以要怎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来合一，无阁有围墙，无阁有即种的看轻，无阁有怨恨，读书这足难的吼，这足难的。可能敢若礼拜日讲台讲的就好啊，煞了无即回事，因为现实社会就是安尼。他都讲过嘛，主流的现实社会，世俗是安尼。你看这，咱是有身份的，咱是耶稣基督的学生，毋是干那学生尔，是上帝的囝。咱即种的功课，就是诚做你甲我一世人爱去学习的操练，真困难啊，真困难。无迄个一摆到位的课题、宿题吼，逐工拢爱写，逐工爱练。这是我家己的功课。咱对学习知识的时候，咱会甲学生囡仔讲，我活到老学到老嘛，活到老学到老是好事啊。所以即摆嘛，足侪迄个学校，像阮嘛咧办迄个乐林大学吼，商理大学，你著继续去读嘛。是啊，你著鼓励人去读一般的知识，学习即其他的即社会的即种代志。是安怎？咱信用毋是活到老学到老。敢若我一摆我少年的时，行迄个健身累了，我就是一切拢结束啊，我拢上out啊。信用嘛是活到老学到老啊，迄就是一个操练。所以合一的功课，咱要有一个目标，咱也知影讲这是咱要去完成的。这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只是理想而已，是我们要去完成的使命。其他去完成的使命的是，你有影这，咱做伙来做。课题困难，课题困难，我家己嘛是咧学习。我常常讲，我伫要退休吼，退休了我就免去面对这有诶无诶，但是我爱面对阮牧师娘，我阁继续爱甲伊面对36年、37年、38年，上帝若阁永远我也是，我逐工都爱甲伊学习啊。我即马较侪时间啊，我学习要怎去接纳伊啊，伊要怎接纳我，阮两个学习哇。这足趣味吼，大家我从在座咱拢知影即个课题的人，应该拢会有一甲我共款的心思意念。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机会。咱来教会服侍，无共款的背景，会晓这大家要安怎诚做一体？请你甲我讲，咱来教会到今仔日经历遐侪年，咱要做伙做代志，咱有过去足侪种种拄着的这无共款的境遇，但是新的年共款，咱来去面对的。是要安怎伫主耶稣基督的画面内底，咱会通合一做伙来做上帝爱你做的工。咱过去有分别，这巴别塔的故事，所以社会分裂、分对立，会有分别、差别性。但是各一摆倒转来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开始。既然我们都说知道这个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是一个应许。上帝应允是安怎，咱会甲当作是一个参考呢？怎么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参考？是一个不可能完成，但是我们却又要，就好像要装模作样去相信它呢？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没有这个装模作样，无迄个伫遐咧假东假西啦。讲这就是一个参考，阮大家吼，咱大家要甲做一个意思，讲的就好，是爱落实爱去做，爱操练。所以这个福气的这个应允。咱要爱得到，这就是咱爱去面对的。这个课题，这个课题我们就要去面对它。所以我们就因此可以得到上帝的产业嘛。上帝的产业是啥？咱看袂到啦。咱常常讲在天才会通看到，是啦，其实是咱渐渐的累积，我们渐渐在累积啊。所以刚才那个合一就是一个上帝的产业嘛，合一的鲜花，合一不是只有在教会嘛，我们自己本身的内心要合一啊。很多现在的人自我认同问题出现很多问题嘛，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接纳自己啊，伊家己无法度接纳家己啊，所以需要给关怀，需要有耶稣基督去救赎伊，通过这世俗的治疗方式，即马心理学，这个心理的这个治疗，迄是一种世俗方法，最后结尾嘛是要倒来主耶稣基督画面，所以咱们看，所以共款，你去看病嘛是啊，世俗的治疗以外，咱来靠信用。
主耶稣的这个产业是延续性的，不是跟他在地上尔嘛。所以我们看得见的，当然我们要经营了。现在家庭我们要把它经营好，咱来经营好，这是咱的使命之一嘛。这是一个延续的事，不是跟他讲我就把世上经营好，我就不用经营天上的，不是天上，是将来的了哈。要天顶的是一个比如尔。所以暂时的，咱嘛拢知影，我们带不走，咱摕袂掉，无法度缀咱去啊。咱拢一代过了一代，咱拢自细汉到即嘛。我即摆看安尼看，嘛参与足侪即个历程嘛，家族的代志啊，这看啊是以前我伫教会时参与的，还是讲亲人，大家拢知影，是安怎？大家看了拢袂感觉讲，我爱安尼来做，我要这样来做，就是要在主的生命里，让这个上帝的产业不是只有在今生，可以在来世，在将来，我要延续啦，咱来延续啦。生命毋是一个讲是安尼尔，我看会到就算。所以这是咱基督徒的操练，要得到福气的你甲我，咱来想到这。同样，眼见为凭啦，目睭看到才准算啦，摸会到才准算啦，感受到才是我的啦。所以即摆嘛是常常咧讲假是讲钱莫跟他欠咧老少年的，用才是你的。当然这是对啦，但是怎么用是一回事啊。一样啊，我们在用的过程，无论咱咧用的时，咱嘛毋是咧讲车我运动嘛，咱嘛是要想着讲，所以为什么参与教会，咱支持教会事工，咱会去帮忙遐个弱小的。我的意思说，我们的钱在用的时候，不是用只有我自己啊，咱嘛毋是要用咱家己尔嘛，用着遐个需要的教会事工，咱会支持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在世上的延续性，咱来想这。毋通干那暂时讲，我即马安尼，上帝要互我几年我嘛毋知，但是你著伊讲我著会甲用就用，我家己爱就好，我家己需要就好。这个产业不是只有这样。我赶快，咱有囡仔，咱要哪个照顾？这嘛是一个上帝产业的延续嘛。一代过了一代啊，我人讲这做阿公孙你著会感觉讲这是一个家族的，但你看到啥？你看到啥？你看到讲，这还是我的家族的势力尔，还是看到讲将来？这就是咱基督徒甲人无共的所在。所以一代过了一代，上帝应允的家产，迄个产业，毋是干那看会到尔，阁有迄个看会到的生命的本质。所以你要成做一个自由的人，你要成为一个自主性、有那个生命自由性的人。你就是要回到主耶稣生命，你就是的，你会通转来主耶稣的生命，你就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你佫无受到这个世俗环境的牵在边仔行。我甲遐囡仔讲，我少年的，大家拢嘛讲，老师我都可以自主。我讲你真正你自主，敢若手机你都无法做自主啊，无手机敢若说爱你的命，无你摕了一工卖用看卖，这就是一个操练，这是一个操练嘛，对吧？你会当做你家己无？我甲叫囡仔来想看卖啦吼，当然真困难啦，因为机会我都无甲因带做伙，但是我有机会我都会甲因提醒。同款，我嘛甲兄弟大家提醒，你要做你家己无？你嘛想讲牧师你讲啥，我家己怎做家己？敢有影呢？你健康无甲拢踢起来，目睭拢甲伊乌起来，你今仔拢莫看这个世俗的代志，你就有可能啦吼。但是你爱看到你家己啦，你家己会通相信你家己，认为你家己真好无？我讲嘛真好啊，你看清你家己的软弱无？毋知，所以我意思讲，你要做一个自由的人，唯一就是倒来主耶稣面前，互主耶稣来带你，你看主耶稣学习伊的光来照你，你就会通看到你家己的牛嘛，你家己的无够命嘛，因为你毋是甲人比啊，你毋是甲人比，毋是看电视这安怎？你嘛你在意的是啥？我甲主耶稣伫咧，延续性。毋是靠我家己牛去累积起来的延续性，迄是暂时的啦。你家己靠家己的牛累积起来是暂时的啦。所以我头仔讲话，就算你银行存款较侪，迄嘛是暂时的嘛，会当甲你保证啥？你讲我去台拢每一科我拢会通去看，因拢甲我诊断甲真好势，药我拢甲我开真好，无是会通甲你保证偌久。嘛是等来主要所的延续性，迄是叫做地上的延续性。
你要爱上的是永远的永续性啊，要永世的延续性嘛。所以你的自主性在哪里？请你告诉我，你的自主性伫对？你要我挖靠啥？就是要登来主耶稣嘛。当你也通主耶稣的时，这一切拢诚最完全啊。哦，世上的你用你的心思意念去记忆的，拢无要紧。但是呢，上帝会带你通过主耶稣带你的时，你就会通家完整起来是，啊，毋是足水的。啊，你若讲哎，我地上我都无经营，这暂时莫插伊。主要是等我需要时，我来找伊，啊，袂使啦。你就是爱做伙来经营嘛。啊，做伙经营时，你毋是行得真好势。你嘛常常哎，我做我家己，迄个家己是啥？因为有主耶稣教我伫咧。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上帝要互你的产业啊！这才是上帝要给你的真正产业啊！你有没有抓到？就看你啊！啊，别人拢有好奇怪，为什么我无？问几把宝的是，问讲啊，你有没有让主耶稣跟你生命结连？你有没有跟着他一起走人生生命的道路？啊，所以你看这你有这种的生命改变啊，那就是特质改变，你的态度改变。圣神跟你同在时，嘛看袂到啊，圣神嘛看，但是你的生命转变的是，迄个身份就是一个记号嘛。所以，敢若去用吸引的人啊，你是认证的，你是被认证的，这个是我们要的。所以我们领受圣灵的印证，你的生命就是一个自主性的，是一个延续性的，不是只有短暂在那边涂抹，都无迄个第一站世上的这个代志，但是咧。较主动行人生生命中咯，所以咱的身份，咱的所做一切，拢是经过上帝通过圣神给你吸引的，你是被认证的啊，认证的。所以你看这咱伫这个人生生命的生活中间，家己咱个人的生活，我们个人的生活，还有团契的生活，就是教会的团契，我们一起结合起来，在主的带领下。特别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就要同行天路啊！咱要做伙来行，就是要为着得到上帝所应允予你甲我的这个产业哈。我们就要在生命里面成为自由自主的一个天路客啊，不受环境世俗的这种价值、人情世故的干扰啊，来给你影响你啦哈！啊，你会通活了真自在。啊，包括你家己个人的身体健康嘛是最重要。然后咱有当拄着学谈灯的代志吼，咱会真大考验啦，真大考验。哦，我无拄着迄个足艰难，但是小看尔，我都已经哇，到即马呢，不只啊无爽快吼，到即马也是咧考验我。毋过就是讲，我小可会通体会，迄个肉体的苦难吼，常常甲你磨掉，但是。爱记掉的，牵条主，迄个生命的延续性，迄个自主性，上帝要应允予你甲我的福气，迄个上帝的产业，你哪能得到的是？一切艰难拢诚做是第一站的，第一站的。咱爱财产是上迄个延续性的嘛，到天顶的铺屋的，苦难是暂时的事，是要安怎去互暂时？要安怎会通伫咱的生命中，就是甲你甲我要安怎牵条主耶稣是有必然的关系。望咱伫新的年开始，咱台湾会通过2个年啦吼，这个新正过来新春吼，过2摆年，过了咱有较新无？我相信年年拢新啦，日日拢新。望咱所行的路拢是美善、受祝福的，咱同心来祈祷。感谢主。感谢主，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通过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取得这个至宝的身份。愿你助我们通过圣灵保惠师的力量，来引领我们在世俗环境变迁的时代，很多的这个诱惑冲击的时代，特别也回到我们自己肉体身体健康的这个冲击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紧紧的来。跟主耶稣结合在一起，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毫无这个差别的，可以依照主耶稣的教导
来过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可以承受上帝的永生生命的延续性产业，走在我们这虽然充满许多的诡谲挑战的时代，可以走在这我们安稳的脚步、美善的脚步，跟着主来走人生生命的永恒生命道路，最后能够来承接领受那上帝所应许我们的永恒天家的这样的一个福分。我们将祷告靠主圣名求，阿们。就像王牧师带来美好的讯息，这是咱要来吟诗圣诗65首，来应答上帝话。圣诗65首，天父可怜世人艰苦，咱要起立来吟全首的诗。请坐，咱准备心来奉献，请书献的即书。
咱来吟上吟姓诗401首，吟诗煞，咱要请黄牧师来祝祷。但愿恁通平平安安倒转去，因为主耶稣要甲恁三个伫咧，特别伫新的年要甲恁三个伫咧。无论恁拄着什款的境遇，伊要扶持、安慰、保守恁。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保惠师的感动，甲众兄弟姊妹三个伫咧，直接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报告大先哦，咱先来介绍那个上一次王牧师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介绍到牧师娘，所以这是咱来介绍王牧师娘。谢谢他们一大早哦，从新竹然后奔波到台北来，非常感谢他们哈。好，咱消息报告来简单的报告。今仔日聚会了后，要伫4楼召开定期的中集会，所以请中集老部。那会有如果有提案的话，也欢迎大家就是跟长子来联络。然后第二个是圣经填充卷，充满我已经2025年有填写的弟兄姐妹，如果还没有交卷的，请尽快交卷啊。然后再来是后礼拜煞，咱要伫洛元生执事的府上举行家庭礼拜后壁公布栏有迄个登记哈，所以如果下个礼拜可以到洛执事家参加家庭礼拜的弟兄姐妹，欢迎你们到后面来填写。再来是12月份我们因为圣诞节的关系，就是诗班占用了很多的时间，所以请棒中团的弟兄姐妹今天要记得留下来，要练习棒中。好，以上报告。然后今天之后还是一样有小组，所以在代祷的事项，我们在小组的时候，为了特别2个家庭哈，就是美女姐的家庭，还有昌腾弟兄的家庭来代祷。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要避会，我们默祷来避会。